耶稣，你是我的至宝，胜过金银财宝。你同在比什么都好，谢谢你陪我到老。耶稣，你是我的至宝，在你里面有平安。谢谢你听我的祷告，恩典将我围绕。你用你的爱吸引我，快跑跟随你脚步，领我走天涯到海角，走在恩典道路。主啊，我爱你，你真好，做我一生依靠。谢谢你爱我像个宝，我愿顺服到老。你用你的爱吸引我，快跑跟随你脚步，领我走天涯到海角，走在恩典道路。主啊，我爱你，你真好，做我一生依靠。谢谢你爱我像个宝，我愿顺服到老，我愿顺服到老。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孩子再次在你的面前，我们要借由今天的神你自己的话语来对我们的生命来说话。主啊，帮助我们与你有好的连结。主啊，谢谢你，耶稣，谢谢你，你为我们舍命，你甚至把我们当成宝贝捧在你的手掌心。主啊，谢谢你，愿你的话语时常在我们的心中提醒我们，能够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孩子渴慕来亲近你，虽然我们不能亲自来到神你的宝座前，
但是我们相信圣灵这个时候就已经与各位弟兄姐妹同在，在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圣灵就要做工在我们的身上。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圣经节，约翰福音第10章，约翰福音第10章第7节到18节。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上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另外有羊，不是在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父所领受的命令。以上。这个时候，我们邀请台北大专中心的林婉婷牧师来为我们讲道。他正道的题目是：我必须领他们来。各位现场以及线上的弟兄姐妹，大家愿你们平安。再一次来到我们泸州教会，感谢我们教会一直以来对于台北大专学生中心的这个学生事工的支持和关心。我们在特别在疫情期间，也很感谢我们的教会仍然邀请学生中心来到我们当中来分享，以及来这里当中募款。那在特别在这个学期，因为我们变升3级警戒的关系，所以其实各个团契从期中之后，都大多改成线上聚会。但是我们的学生们，他们并没有因为改成线上而想要懒惰哈。就是我们很多团契可能是线上照常聚会，或者是改成线上查经、祷告会等等。对，那在我们这几个礼拜开始，学生中心在每周五晚上也有一个短短的晚祷的时间。对，那欢迎我们各位弟兄姐妹可以追踪我们的 FB 还有 IG， 在我们的画面上面台北大专学生中心，或者是搜寻这个 PTLPCT， 这是我们的 IG 跟 FB。对，那我们最新的消息这个不管是线上的活动，或者是我们接下来在8月、9月这个迎新的活动，都会在这上面不断的更新。那刚刚提到就是8月、9月的新生活动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我们知道指考整个延后。那以往我们在8月父亲节之后，每个教会就会密切的接到学生中心一直打电话来问说，有没有新生，有没有新朋友可以邀请他们来长青团契。那我们今年的新生工作会相对以往来的更不一样那因为今年大家是7月底考，然后8月底才放榜。
然后9月马上就开学了哈，所以整个新生联系的期间只有短短的2-3个礼拜而已。对，那也盼望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知道今年有要升大学的这些青年们，或者是其实现在本来就是大专研究所的学生，都非常欢迎他们能够来加入台北大专。那我们全台湾总共有平地大专有8个大专中心，对，就是全台我们长老教会的学生中心，对，那还有这个4个原住民大专中心，对，那我们今年也都是在8月，现在就已经有这个新生回报的系统，对，那不管他是到台湾的什么地方就读，都欢迎把这个名单发给我们，然后我们就会请当地的学生中心来关心这个孩子，对，那如果他是到外地，能够在当地有找到这个我们同样信仰团体的这个团契一起来聚会，那即便是在我们北基地区的学生，我们知道他可能周末都还是会回来我们的教会，但是在周间如果时间允许，然后也愿意的话，非常欢迎我们每一位青年朋友能够加入长青团契，在当中我们认识来自不同教会的青年朋友们，对，年纪差不多，但是大家来自不同的地方，那在当中有不同的信仰的分享和学习。那学生中心也非常需要各位弟兄姐妹的支持，不管是在代祷上或者是金钱上的支持。对，那在疫情的期间，其实我们知道每一个募款单位都在这当中需要非常的努力。对，那我们也很期待，就是说，因为我们每一年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北区大专事工纪念主日，这是每一年这样子来教会的请安募款。但是如果我们有愿意或者是有这样子的感动的话，也非常欢迎我们可以加入这个台北大专的后援会，成为我们稳定的支持和后援。好，那详细的情况如果画面很快就闪过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 FB 上面来看到相关的资讯。那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祈祷。主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特别在这个疫情的期间，我们仍然透过各种的方式在线上，大家一起来聚集，一起来敬拜。这可能是我们不习惯的方式，但是愿你的灵仍然与我们同在。恳求你也对我们说话，透过你的话语，开我们的耳朵，开我们的心来聆听，并且让我们知道听到了，能够知道如此来行。我们这样祈祷，都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读到的经文，刚刚有听到，这是关于羊圈的这个部分。那这段的经文呢，在我们教会界当中，常常是用这个领人归主，或者是这个传道人现身封墓的时候，拿来做勉励的经文。那这段的经文呢，其实也是常常是我们的信徒们对于这个认同耶稣是我们大牧者之一大牧者经文之一，每次都会前后都会讲错，大牧者的经文之一哈。那但是我们看到，如果我们再仔细回来看一下刚刚这一段的经文，耶稣对他们说这个羊的比喻，其实是再一次在他的工作当中受到法利赛人的挑战。我们看到约翰福音在从第2章开始记载了耶稣第一个神迹，也就是迦拿婚宴的神迹。一直到12章，这当中陆陆续续的记载着耶稣他行了许多的神迹以及他的讲道，透过神迹在众人面前展现他就是救主，是上帝的儿子。但在第10章当中，为什么耶稣突然讲到这个羊圈呢？就是突然蹦出来这个东西哈。那提到这段比喻的起因，我们要回过头来看第9章。如果我们手边有圣经需要大家一起来读哈。我们要往前看一点，就是第9章一开始，这个治好西罗亚水池边这个天生就眼睛看不到的人的这个事件。耶稣往前走的时候，他看见一个生来就失明的人。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失明，是谁犯了罪呢？是这个人，还是他的父母呢？”耶稣回答：“既不是这个人犯了罪，
也不是他的父母，而是要在他身上彰显出上帝的作为来。耶稣说了这个话之后，就吐唾沫和泥抹在这个盲人的眼睛上，并且吩咐他要去西罗亚水池边洗。这个人他就这么做了，他去洗了，并且他就看见了。耶稣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和医治，然而这个西罗亚池子的事件，它是一个复合性的争议事件。第一个就是对身体欠缺者的不接纳，这是在整个大环境当中的不友善，是他们整个民族、整个信仰团体当中一个很直接的反应。是这个人会这样，怎样呢？不像正常人，不像一般人这样子，一定是他或者是他的谁做了不好的事情的报应。耶稣对这样的一个坏人释出善意，就已经先让这些法利赛人不高兴。再加上第二个严重的问题，这是在安息日做的事。后续法利赛人对那个人以及这人的父母他们的质问，对于耶稣的医治权柄的应答，甚至是这位从前失明的人，他认为耶稣是先知，他与法利赛人一来一往的这个对答当中，完全在挑战这个自称自己是摩西门徒的法利赛人的信仰传统以及价值观，以至于到最后这些法利赛人恼羞成怒，他们把这位从前看不到的人，这位朋友赶出去了。所以顺着这样子脉络，我们就会发现，原来接下来耶稣实实在在的告诉大家，羊与牧者的比喻，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温馨浪漫的故事。这个故事，这个比喻，其实是耶稣再次暗地里指责法利赛人的一个故事。巴勒斯坦的羊圈，它常常是由一个社团或者说一个社群来共用。那像我们图片上面看到的，那这个羊圈里面，它会有一些牧羊人，不同的牧羊人来看管，那他们的羊都会在里面。那各家的牧人，他们会以不同的声音来呼唤自己的羊群。第10章一开始，形容我们如果有印象的话，有一首在教会界大家几乎都会唱的歌，叫做《静静听》。好，轻轻听，好的，轻轻听，我的牧者认得我声音，好，是我认得我的牧者的声音。好，因为羊会认得自己家牧羊人的声音，他们不会跟着陌生人走。而闯入的这些盗贼，他们是偷窃、杀害、毁坏，是带来毁灭以及扰乱的。而这些雇工，他们不是真正的牧者，他们也会因为种种外在的因素，他们没有办法真正照顾到羊群的需要。这些人都没有办法为羊群带来安全、带来性命，只有透过与这些羊群彼此认识、彼此信任的好牧者。这个好牧者，他要像严密监督的管理严谨的门，这个门有保护的特质。只有羊能够出入，通过门进来的会安全。同时，这个门虽然严谨的保护，但是这个门也带来自由，它能够让羊群出出入入，能够找到草场，能够吃饱。约翰福音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关乎圣殿的这个主题，那也就是关于犹太传统以及礼仪的这些问题。对于这个时代而言，会堂是整个文化的中心，有点像我们现在看到每个地区都会有一些大的宫庙，一个信仰中心，有点像是这样子的感觉。那宗教团体当中主导的权力，是来自于遵守会堂的规定以及这个摩西的律法、信仰的传统，以至于发展到最后。有点变形的，就是这些宗教领袖们，他们能够利用这些传统和礼仪来控制他们的信徒。所以也就是说，只有会堂才有这个医病的权柄。所以像说这个医治的事情就有争议这样。如同那些法利赛人在质问这个以前眼睛看不到的这位朋友和他的父母的时候，他的父母害怕。我们看到
经文里面很直接的点出来，因为他们怕犹太人，怕若是认耶稣是基督，他们会被赶出会堂。按照犹太人的传统，被赶出会堂的人在社会上会蒙污名。那假设说他是商人，他是做买卖的，那他可能会受到杯葛。那在宗教上，他的相关的优待和权利会丧失，更会被人家认为说他将没有办法进入弥赛亚的国度。那这个赶出去的期间可能是短期的30天、80天，或者是终身被赶出去。所以这个赶出会堂是一个很严重的处罚，它代表着会和所有与自己相关的这个关系链来断绝往来。因为指出群体当中的盲点，在这当中见证自己所经历到的，而在自己所生活、所信仰的群体当中被逐出去，这是多么荒谬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们现在从第三者的角度来观看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快的辨识出耶稣在这个比喻当中，牧者和贼的角色，分别是他自己和这些护教的法利赛人。但回顾每个世代的改革者，一直到我们现今所谓存在教会当中世代理解之争，其实也让我们每一位信徒牧长需要时刻警醒。信仰群体的形成一定有流传下来的传统和习惯，在不同的宗教、不同的宗派之间更有礼仪上的差异。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圈，大部分是信徒比较多。那学生们或者是我们在学校常常被问到说：“你们基督教跟天主教到底差在哪里？”或者是我们要跟朋友解释说：“长老会、信义会什么会有什么样的差别？”都很难，突然之间很难去解释。但是我们会知道说有一些小小的不一样的地方。那这个在信仰群体之内的冲突，或不只是在教会内，甚至在教会外，我们常常说的世代之争，常常会听到的就是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啊，为什么你们不照着做呢？反之，就是说你们为什么不能改变呢？这不管是在会内会外，其实我们都蛮常听到的。前年有一本杂志，他做了一个梦想大调查，结果有25%的人回答说自己没有梦想。我们回想看看，其实我们在座大部分的人，我们其实应该在小时候都有写过我的梦想这个作文，或者是画画作品之类的。这个题目常常出现。我们的成长，我们的求学，一路到出社会，总是被教导着人生就是要有志向和目标。我们一生当中有很多的目标清单，只要有朝一日我们到达了那里，或者是我们这些清单每一个都打勾打勾打勾，这样子全部都 OK 了，这样所有的事情就会变好。但是这是真的吗？如果我们问现在学生以后想要做什么，多数我们会得到的答案是不知道。那夹在过度在乎梦想以及成就的世代当中，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最近这个已经有点退了，但是前阵子蛮常出现，就是我就烂，我就废，这句话我们可能之前有听过。那或者是我们在初入职场这些社青朋友之间也流传了一个字叫做社畜。不论这是一个口头禅，或是他真的觉得自己就没有用，常常很心疼他们要用这样子的方式，试图对这个社会发出抗议。很多学生很多闭气，像是我们毕业1-2年的学生，但是他们仍然在为了考研究所、考公职一直在补习。但是他们真的想要这份工作吗？又或者是有一些是我们本来认为说，他可能在他自己的领域里面有一些发展的学生，但是最后他却要去考公职，就有点
有点无法理解。但是他们可能会说，因为亲近的人跟他们说，建议他们去考公职，这样比较有保障。但是这些游说他们考公职的前辈们，知道现在基层人员现实的样子吗？答案常常是被糊弄过去的哈，反正就考考看啊，没有就再看看这样子。他们不一定是没有梦想，有时候是梦想不被家人接纳。又或者是说，根本没有机会让他们开始梦想。什么时候可以好好的享受一顿简单的饭菜呢？什么时候可以真正休假不用回来？这在我们现在居家上班，应该很有感。只要是大家都线上，所以上司啊、同事赖给你，好像就要马上看，大家也会很在意说对方有没有已读。我只要缴得出学贷、房贷。能够每一天有一杯咖啡，这样子过着过着就好啦。曾经有的梦想那是什么？好像也不太重要了。在大学的阶段，我的兴趣是什么？我真的没有选错科系吗？这个问题还蛮明显的。我在大专今年第6年，对，那开始发现我们的新来的朋友们，常常在以前可能到3年级、4年。前阵子是发现3年级、4年级需要去实习什么的，但是现在发现常常是遇到大1进来，或是大1、大2突然就跟我说：“婉婷姐，我要考转学考。”也有那种大1进来就说：“我要准备考转系。”对，就是我真的没有选错科系吗？或者是说反正我就是先进来，到时候再转系就好了。所以念大学的时间就跟我们印象当中的时程就不太一样。那毕业之后还要不要在这个花了4年5年就读的本科系内就业呢？迷惘似乎是现在许多人都需要面对的课题。那在接下来几年即将入学的这些大学新生们，他们更是接受这个108课纲教改前后届的学生。预期他们将会在这个交替当中会产生更明显的落差。我们整个社会给予年轻人探索和选择，但在梦想与现实交织之下，却让人疲于生活，迷失于当中。年轻人该如何勇于探索世界呢？同样的，在信仰当中，我们曾有热情要去分享爱，曾有一份感动，知道我们所做的服事都是为了实践上帝对我们的呼召。但是不变的是，一天24小时里面有工作，有课业，有家庭的事，有亲人的事，有教会生活，还有许多有形无形并且困难去回避的人际互动，这样子周而复始着。信仰群体的存在是在这样的处境下成为年轻人的帮助，又或者是在这样子的形式、传统和彼此误会当中，成为浇洗感动的另一个帮凶呢？去年一位以前辅导过的这个闭气学生，他已经在工作了。那因为他还是青年，所以他被受邀参加，代表我们长老教会去参加这个世界传道会 CWN 的一个青年会议。那在这个会议之前呢，他找了我和另外一位同样在做青年工作的同工，讨论了去年的这个大会主题，叫做青年参与教会政治。这是一个，我那时候听到他问我这个问题，我先傻眼3秒。但是这到底要怎么讨论？对，因为这是一个很大又不容易讨论的主题，并且大家先听到教会政治，先觉得干嘛？我没有想要参与政治，不要在教会里面不要讲政治。但是我们常常忽略的就是在群体人和人互动当中，其实就带着政治。而在教会当中，我们的不管是投票、我们的分配等等，这些其实也都是政治。而在青年参与教会政治这个题目当中，困难讨论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当中牵涉到每一个我们称作青年世代的不同的状态。可能在于现在的30岁的年轻人在讲我们现在年轻人的状态，跟
跟与他对话的这位可能是前辈，他在回想他30年前还是年轻人的时候的青年状态就不一样。又或者是说，当我们现在2010年我们在谈青年的问题的时候，青少年、学青、社青之间就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而以我们长老教会来说，我们整个长老会走到150多年来，我们制度上面的演变，我们每一间地方教会自己的传统和语言，我们整个社会的文化习惯，世代变迁有形无形的影响着每一个角落。然而，我们常常被点出来、被提到的是结果，结果就是没有年轻人啊，不管是教会没有年轻人，或者是整个世界，大家会说年轻人少子化什么的问题。但是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结果，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个结果？背后层层堆叠的导因却不被提起。我们整个世代渐渐高龄化是一个趋势，一个现象。而特别我们长老教会本身就是社会的缩影，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横跨了许多的年龄层。面对不同的年龄层，我们从老人家一直到主日学刚出生的 baby， 所有的都是我们的会友。当我们在面对不同的会友，我们会有不同的牧养方式。而长老教会有另外一个特质，就是我们有很强烈的家族性和社区性。我们的历史和信仰的展现，让我们的教会在每一个地区都写下很多美好的故事。但是有一个问题一直被讨论着，就是我们的团契、我们的教会会接纳不一样的人吗？这个不一样包含着不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不是同一个团契小组的，不是同家族的，或者是他是从其他信仰来接触，等等等等的不同。这些问题不会因为我们到处学各种的增长培训课程的方式，或者是我们增加很多场不同的礼拜，就能够得到改变。而特别针对找回青年的这个面向，并不是说办很多活动就能够一网打尽所有的青年，因为我们要知道青年有很多不同的样子。在我的团契里面呢，我常常举这个例子，就是在我的学生里面有一些他就是专门跑跨团契的联合性活动。那只要是联合聚会办的 PTL 联合什么迎新送旧，他一定会出现，专门等待联合性活动的。但是同样是我的同一个团契的学生，有一些他就是绝对不会去参加联合性的活动，只要有联合聚会，不要不要啦，我很忙，很不想要出去跟人家互动等等。好，所以同样是青年，我们在谈说，我们想要怎样去邀请年轻朋友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把青年等于某一个形象，但是同样在这个年纪里面的孩子有很多不同的样貌，这是我们必须要去考虑到的部分。而在我们教会里面固守的传统，我们教会自己的特殊用语，我们的会内的习惯，也常常在无意之间把这些羊群赶走了。这个意思并不是说要把礼仪和传统抛弃。像我是一个学习礼拜学的人，对，那我对于每个宗派的礼仪形式什么的，我会非常的去在意，我会很喜欢去了解他们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但是常常我们的会友、我们的信徒们并没有太多的机会去了解，为什么我们的礼拜长这个样子？传统和礼仪它代表着信仰群体的精神，但是我们在这当中，我们也必须要非常小心，互相提醒着，我们所关心的仪式的改变、传统的去留、人数的增长，是不是掩盖了真正的牧者耶稣基督所带来的荣耀和自由？是否我们在学做好牧者的时候，反而成为这个扰乱羊厩安全、放弃羊群的假牧者呢？
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就找到他，说：“你信人子吗？”那人回答说：“主啊，人子是谁？告诉我，好让我来信他。”耶稣对他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他就拜耶稣。眼睛得看见的这位，即便他在外显的肉体上得到医治，但是却因为他的政治不正确，不受原本他所期待的这个群体来接纳，甚至被断绝了关系。看起来顺着这个比喻的脉络，他被贼抛弃了，但是耶稣找到他，耶稣接纳他，他就进入了更安全的地方，成为耶稣名下的一份子。约翰福音第10章从第1节到21节，是耶稣在回应着法利赛人就算知道也不愿意接受耶稣是基督的这件事，也预告着接下来耶稣所要做的事情。他能放弃自己的生命，能够再得着性命，是他自愿放弃的。他有权放弃，也有权再取回。这是耶稣基督牺牲的象征，更是他权柄的象征。长久以来，宗教的问题、宗教领袖的问题及现存在教会的问题解决的方法，最后仍是要回到耶稣基督他本身，因为他是通往上帝唯一的方法。但这真的不太容易。我们光是看一卷福音书的记载，就有这么大的冲突。当我们用信仰来回应自己的问题，自己教会我们身边遇到的问题，或者是我们在回应大环境下整个大专青年校园事工的问题等等，它其实同时也挑战着我们每个人、我们自己以及我们所属群体对我们现在这个文化环境当中，我们对于现在发生的这些事情接受的程度。我们今天如果发现周报有看周报的话，会发现台语礼拜跟华语礼拜经文一样，但是题目不一样。那因为我在预备的时候，先写了一个题目，但是一直很想要换一个题目，一直想要想一个新的说法这样的，但是一直想不出来。但后来就变成2个不一样的题目。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其实这个题目也蛮类似的，它就是2个不同的角度。耶稣他说，他还有另外有羊不属这圈的，他必须领他们来。但是我们在台语礼拜的题目看到写说历来该弯到顶。其实耶稣他我们在经文当中并没有看到他好像直接邀请那个人加入他，但是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耶稣跟他说，那个你信人子吗？那个人就信了他。他用不同的方式，但我们这当中我们就发现，耶稣在跟这个人的对话的时候，他们有他们的一个沟通的模式。耶稣说他另外有羊不属这圈里的，他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耶稣的声音。原来不属这个圈里的，却要接收到这个 sign， 这个呼唤，这个声音。相信这是一种的默契，这也是一种圣灵的动工。牧者要招呼羊认得他的声音之前，他会使用属于他们之间的沟通模式。这个沟通模式是一个能够彼此听懂、能够对话、能够互相信任的语言。他们要听耶稣的声音，不是听某一个大牧师、大教派的声音，也不是要单听某一个信仰前辈的声音而已。而这些羊，他们要合为一群，归为一个牧人，是耶稣基督。盼望我们都成为归属耶稣基督的羊，并且我们能够互相提醒、互相勉励，避免我们在不经意当中变成贼，把我们的朋友赶走。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让我们在这个时刻，让我们在可能年轻的时候，可能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候，我们就认识到主。主啊，愿主你呼唤我们的名字，愿你也让我们听得懂你对我们的呼唤，让我们成为你羊圈里的一个分子，并且也分享这样子的一个
幸福、一个幸运，和我们身边的朋友，不管是我们的朋友或者是家人，能够一起进来到你的羊圈里面，成为同一群。愿主你安慰陪伴我们每一位朋友，不论我们是在线上，是在现场，是已经认识你的，或是还不认识你的，都愿你来对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我们再一次用《至宝》这首歌来回应神的爱。耶稣，你是我的至宝，胜过金银财宝，你同在比什么都好。谢谢你陪我到老，耶稣，你是我的至宝，在你里面有平安。谢谢你听我的祷告，恩典将我围绕，你用你的爱吸引我，快跑跟随你脚步，领我走天涯到海角，走在恩典道路。主啊，我爱你，你真好，做我一生依靠。谢谢你爱我像个宝，我愿顺服到老，我愿顺服到老。好，这个时候我们来奉献。这个时候，我来做一些简单的报告。今天非常欢迎北区的大专事工的纪念日，我们欢迎台北大专学生中心的林婉婷牧师，我们这一次的热烈掌声欢迎他，谢谢。因为台湾新冠肺炎的爆发我们的台语礼拜是在9点。华语礼拜会在10点半，我们采取网络直播，我们可以上脸书搜寻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泸州教会，我们同心来敬拜神，不因为
没办法来到教会而停止聚会。再来就是，我们尽量减少外出哈，不要外食，注意自己的健康，然后虔诚要记得佩戴口罩。再来就是我们的有关于奉献的部分哈，我们收看直播礼拜的会友，如果你要奉献的话，可以把奉献交到我们教会的办公室，托干事来处理哈。我们干事的下班时间是7点，好，7点以前我们可以将你的奉献拿到教会来。再来就是有关于转账的部分哈，我们这里有，我们周报里面有我们的账号，记得转账的当周礼拜5的中午以前一定要回报你的姓名、电话，还有转账日期，好，还有你的金额，还有奉献的项目。如果你没有回报的话，我们这个项目会变成，我们会把它列入组织名，列入感恩奉献。好，再来就是每个礼拜3晚上8点查经祷告会，哈，我们一样有线上祷告会，我们牧师会小讲，还有祷告，所以也希望各位弟兄姐妹每个礼拜3晚上8点，我们一起来祷告。以上报告，牧师要补充吗？没有。好，我们默祷闭会。我们还有一首诗，第400首。愿主的爱与你同在，无论你在何方。愿他使你心里安康。主的爱如流水匆匆，与你分享他的爱，在那蒙蒙黑暗里见烛光。愿主的爱与你同在，无论你在何方。愿他使你心里安康。主的爱如流水匆匆，与你分享他的爱，在那蒙蒙黑暗里见烛光。我们欢迎牧师来祝祷。我们一起来领受上主的赐福。愿主赐福保护你，愿上主的荣耀光照你，更用慈爱保守款待你。愿上主常常看顾你，常赐你平安，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